試一試之後，我就會大力少少。好，今日入到嚟元朗，試下朱怡姐同金姐嗰個經絡儀。我話做完個頭療咧，咁會即係冇咁攰啦，頭唔會脹啦，唔會痛啦，同埋夜晚都會好瞓啲，係咪？你講下呢個經絡儀有啲咩特別之處？呢個經絡儀咧係特別之處咧，就係佢係無痛經絡。咩叫無痛經絡咧？你出邊隔沙會痛嘅，針灸會痛嘅，同埋咧你嘅鼻管會痛。呢部機咧就唔會痛，所以咧就係肩周炎啦、網球手啦、坐骨神經痛啦、膊痛啦嗰啲全部咧，明顯一兩次已經係明顯改善晒。朱怡姐，點解你又會做呢個項目咧？養生保健點解嘅？呢個項目咧，因為我自己個人又攰又痛，因為我之前係整親腰骨嘅，以前已經使咗幾萬蚊㗎啦。咁因為都係有嗰個後遺症，咁但係我做完之後，通完嗰個經嗰個明顯嘅腰骨咧係而家好護係完全係冇問題，所以呢部機咧做養生保健係非常好，而且係可以幫到人嗰個痛症，手肩啊、腳痛啊，同埋嗰啲關節腫脹啊，你一定咗位咧，佢就會消炎，所以個效果係非常之明顯，可以做養生保健。所以我就會感覺到呢個又可以幫到人，又可以幫到自己又可以舒緩，所以我咪好中意呢個所以你就經營呢個項目啦。係啊，就係啊。